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領軍去馬節目啊！今日同大家睇咧係5月20號啊，星期三晚谷草9場賽事嘅貼士啊，先嚟睇睇啊星期日嘅時候填草11場賽事我哋中啲咩啦嚇？咁啊上次同大家貼咧4場、6場同埋10場賽事，咁都叫做各有嘢中啦嚇。先講4場啦，4場咧我就用和道鋒嚟做膽嘅嚇，咁嗰匹咧就係咧莫雷拉同埋方嘉柏，不過係新配嘅。咁你知嗰日莫雷拉嘅表現就乏善足陳啦，咁所以匹膽唔喺度。咁啊10號嘅天天更好咧，就係巴道同埋羅富全一匹喺同程贏過，而且人馬有勝績嘅馬嚇。咁啊中咗個 pace 啊，位置就派18蚊嘅。好啦，咁啊去到6場賽事啦，6場我用3號嘅健康快車嚟做膽啦，諗住艾少禮、蔡約翰又合拍，人馬又贏過㗎啦，咁啊不過佢就唔喺度啊，另外2匹腳就喺度，分別咧就係我嘅頭號腳啦，傑出雷霆啦嚇，咁就係何澤堯同埋呂健威金槍組合嚇，咁啊獨贏派53蚊半，53蚊半。咁至於10號同埋2號啊，2號係星月飛雲啊，咁就係布文同埋偉達，咁啊何澤堯布文嘅位置 Q 咧就派46蚊嘅。好啊，去到10場賽事啦，10場咧我用5號嘅安泰嚟做膽啊，又係艾少禮同埋蔡約翰嚇，咁不過咧都唔喺度啊，咁啊另外一匹咧8號嘅腳啊超輕鬆，就係周俊樂同埋姚本輝嚇，咁啊喺度嘅位置就派12蚊半啊，12蚊半嚇。好啦，咁啊嚟到呢一個禮拜3嘅谷草賽夜啦嚇，我哋喜歡嘅騎師係邊個咧嚇？2位就係布文同埋咧莫雷拉嚇。雖然莫雷拉話上日就表現唔好咁啊靠唔靠得住咧？坦白講，我都係照我嘅規則我嘅畫馬方式嚟到去篩選嘅啫嚇。咁啊值唔值得做膽？到時再睇埋賠率各樣嘢啦咁樣。咁我覺得咧即係起碼 highlight 咗佢嘅3匹馬5場嘅超強60 7場嘅滿心星同埋8場嘅負心星咁其中咧呢度咁多匹馬裏頭咧，其實係滿心星同埋負心星咧都係人馬有贏過咁2粒星咁所以呢一日嘅標題就話跑馬地星光熠熠，就淨係莫雷拉都拿住2粒咧人馬有勝績嘅星咁啊至於布文方面咧，就睇第1場啦，納德金啦。第4場嘅康昌之星同埋第5場叫做紅桃新星咁啊如果你話人馬有勝績嘅話，就係5場嘅紅桃新星。換言之咧，大家都有3匹贏過同程嘅馬，其中莫雷拉有2匹惡中之惡，布文就有1匹嘅。去到馬房方面啦，先講咗方嘉柏，後講就蔡約翰啦。因為方嘉柏嗰3匹咪就係莫雷拉嗰3匹啦。重複一次咁就係5場嘅超強60、7場嘅滿心星同埋咧8場嘅負心星咁至於蔡約翰方面咧，就有成4匹嘅1場嘅鄉村岳韻啦，5場嘅紅桃新星。8場嘅有才有勢9場嘅俏眼光咁如果配搭 overlap 頭先favorite 嘅騎師嘅話，咁當然啦就係5場嘅紅桃新星因為一頭一尾咧，另外嗰3匹咧分別就配奧爾文、艾杜拿、田泰安，都係合格但係中游嘅騎師嚟嘅。好啦，咁睇貼士，今次同大家睇咧就係5場、7場同埋8場嘅賽事先睇5場先啦。4班1000米短途如果杯噃咁並不是直路好啦，咁我用咧7場嘅紅桃新5場7號嘅紅桃新星布文同埋蔡約翰做膽啦。拖翻9號嘅超強60 3號嘅凝聚美麗同埋4號嘅美麗登場呢棚馬強騎師強練馬師就7號9號嘅。
咁你話係咪因為真係歧視莫雷拉，所以將即係超強60做腳咧唔係，因為我就不嬲強騎師、強練馬師，馬匹喺同程有勝績之後咧，就再去選到咧究竟人馬有冇勝績。我相信呢個合拍嘅因素嘅，咁所以咧紅桃新星係布文贏過嘅。咁講緊嘅咧就係喺24年7月啦上季尾795夜馬場次咧。當其時咧就係布文贏緊4班同程呢場都係4班嚟嘅。咁上季啦噃，今季有冇啊？都有。留意喺4月22號630場次咧，就係布文就跑第2嘅。咁上將唔喺度，留意5月9號677場次嗰場係田草1000嚟嘅，轉咗場唔喺度唔緊要啊。今次係翻嚟谷草啊嘛，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咧又係時候去睺翻佢嚇，咁當然仲有9號嘅超強60啦莫雷拉方嘉柏咁馬匹喺25年嘅4月上季中後期啦再輕輕遠少少614場次黃志宏就跑咗個 win 咁今季啦同樣地都係有證明。原來又係布文博10月8號080場次，布文4班同程跑第2咁當然啦又要講翻上一仗4月6號574場次，哇匹馬輸成10個馬位喎，又係轉咗田草咯，咁所以咧兩匹馬咧都係隔咗一仗田草咁今次翻嚟谷草不過莫雷拉咧就冇喺呢匹馬上面有個表現嘅。好啦，咁跟手就係3號嘅凝聚美麗啦，巴道同埋咧無偉傑嘅配搭25年10月今季初嘅時候114場次巴道係為呢匹馬贏過嘅。其後咧其實交咗落去潘頓手上咧都有4次嘅亞軍全部做2拉分佈喺今季嘅248場次388。429、528分別咧就係上年嘅12月啦今年1、2、3月每個月都走出嚟跑一次第2嘅咁今次咧終於又再配翻去贏馬嘅人選啦。跟手就係4號嘅美麗登場潘頓同埋羅富全馬匹係相當側身跑過2仗賽事嘅啫。喺4月8號初出嗰仗587場次係潘頓咧就一出就跑咗個第2上仗咧其實都係緊頸4嘅啫輸1又4分1馬位，繼續維持翻潘頓嘅配搭啦。不過因為羅富全馬房就唔屬於強馬房咁所以咧我唔會做膽嘅。OK， 好啦，咁5場重複4班1000米谷草怡和杯我嘅選馬咧就係7號嘅紅桃新星拖翻9號嘅超強60、3號嘅凝聚美麗同埋4號嘅美麗登場呢棚馬咧就冇唔放去馬嘅。好啦，咁跟手咧就去到咧第7場嘅賽事係個3班1650米嚟嘅我要1號嘅滿心星莫雷拉一檔馬做膽，拖翻咧就係3號嘅開心勇區12號嘅知道穩勝，同埋咧就係9號嘅領航天子。成棚馬強騎師、強練馬師咧就係1號同埋3號不過咧兩匹都有勝績，但係1號嗰個人馬嘅證明就偏多少少好啦，留意啦馬匹喺同程贏嘅咧就要數到上季中後5月嘅時候715場次，當其時咧就配搭咧黃志宏就4班win 嘅。咁你話呢場係3班嚟個噃3班咧都有績4月8號591場次莫雷拉就幾乎係由頭帶到尾，最後尾嗰下先係俾嗰隻銀亮奔騰咧就擒咗，就輸一個頭嗰場係大熱嚟嘅莫雷拉3班跑第2好啦，至於咧上仗咧5月6號672場次，雖然係轉咗做田泥1650，但係莫雷拉一樣為呢匹馬係贏咗，咁所以咧
馬匹就喺同程贏過，而人馬咧就贏過泥地，咁所以咧繼續沿用佢都係相當可靠嚇。3號嘅開心勇區嘅潘頓貴福特啦，3檔馬嚇。馬匹喺24年11月上季嘅啦咁就199遠啲場次啦當其時弱配啲博鍾易禮就喺3班裏頭 win， 咁佢又有3班積頭先滿心星就4班積，不過咧你就自己睇啲人選同埋人馬嘅證明嗰度你自己有幾中意啦咁馬匹同樣地喺上季中後期4月嘅時候啦25年560場次。又係弱配鍾易禮呢匹馬咧2次同程咧都係鍾易禮咧去證明係有 win 有 pay 嘅咁樣。咁近績咧就換咗潘頓啦，包括上仗賽事4月26號643場次啦，潘頓就轉過去田草跑1600一樣都喺度跑咗個第2輸俾火悟空1個馬位咁今次又翻嚟贏過嘅途程啦點度都係潘頓叻啩咁所以咧都要嘅不過潘頓就未贏過呢匹馬好啦，然之後咧12號嘅知道穩勝希威森同埋沈集成輕輕俾個數據大家，沈集成咧就因為佢而家咧就以54 win 咧就多過廖康銘2 win 終於就暫時衝上榜首喎喺練馬師榜上面呢一晚咧，沈集成咧就淨係得3匹出馬嘅啫，分別就分佈喺1場、3場同埋7場嗰度。3匹馬都係配搭希威森嘅好啦，呢匹馬咧就典型前置馬波啱晒希威森啦放頭之鬼3月11號509場次當其時希威森4班贏3月25號546場次，當其時都係希威森又係4班贏而且呢仗咧仲要係由頭就放到尾嘅好啦，梗係升班啦，連續4班打個搭啦。上仗4月15號609場次繼續交俾希威森，其實佢都係由頭放到尾之前嗰步啦結果一起美麗同埋做好自己就用咗上嚟所以跑出個第3。咁即係話4班 win 3班上名，全部都係人績人馬績咁所以值得留意嘅。好啦，最後尾咧就當然要翻咧匹9號嘅領航天子潘明輝同埋廖康銘嘅配搭馬匹咧喺4月9號578場次啦，當其時4班配布文就贏咗嘅，咁又係啦，咁3班咧咁樣。上場嘅3班啦，10月8號081場次配巴道跑到個第3。當然啦因為馬匹亦配咗潘明輝相對由巴道嘅上名率咧就偏高啲，因為佢強騎師咁就係26個百分點上名，佢逆去咧潘明輝就20個百分點咁所以咧呢下嘢咧始終佢唔係強騎師，所以就做腳啦重複一次啦，7場3班150米嘅賽事啦。我嘅選馬咧係1號嘅滿心星做膽，拖翻3號嘅開心勇區，12號知道穩勝，同埋咧9號嘅就係領航天子呢匹馬咧都係冇唔方去馬去到8場賽事，8場賽事咧就係3班1200米咁我繼續用莫雷拉方嘉柏就係9號嘅富心星嚟做膽。拖翻咧4號嘅有才有勢，3號嘅踏雪尋梅同埋7號嘅勇霸龍呢匹馬強騎師強練馬師咧就得1匹添咋，咁所以咧就一定係用9號嘅富心星做膽。馬匹咧喺3月18 530場次，艾少禮贏4班，4月8號590場次莫雷拉由頭放到尾都係贏4班反而呢匹馬咧喺3班咧就冇同程績，咁但係咧上仗咧4月22號631場次，莫雷拉跑3班，不過咧又轉場唔係轉場縮程啫，谷草1000咧就跑咗個第3，究竟係咪佢個短距離衝唔夠咧咁樣？放翻場嘅1200咧，佢又 win 又 pay， 咁所以咧，我覺得1200應該仲更加適合，仲更加信得過
好啦，咁啊跟手去到4號就係有財有勢啦，艾杜娜同埋蔡約翰。嗱，大家知道艾少禮同蔡約翰就合拍啦，咁但係艾杜娜不嬲都係佢叫做即係第2將軍啦嚇。咁6 win 12亞13季喎，雖然艾杜娜就浮浮沉沉，但係佢都幫好多蔡約翰馬房啊。5月12號試集 win 嘅咁而馬匹同成績要數到咧24年2月嘅時候，422場次配搭潘頓係3班贏後來再喺25年1月375場次配搭艾少禮3班第2。咁老實講都幾遠喎啲同程績，咁有冇啲唔同程嘅今季績可以講下咧？都有嘅。12月17號272場次配世一麥道朗咧就喺呢個1650嗰度就 win 咗，咁都起碼證明到咧匹馬咧都仲叫做交到功課喺今季好啦，咁至於咧就係3號嘅踏雪尋梅呢匹相信都熱嘅潘頓、韋達、二檔馬匹近3仗賽事都係人馬 win， 即係已經係3連捷㗎啦3月4號490場次，3月25號51場次，4月29號652場次2場就4班 win， 跟手上場就3班 win。咁都要睇埋咧韋達馬房新勝打搭嘅數據，4 win 3亞1季咁至於潘頓同埋韋達夾唔夾嘅咧即係2代嘅騎師王咁4 win 1亞5季，坦白講唔算多功課交㗎不過因為佢哋少合作咁所以咧呢匹踏雪尋梅一路咁樣打搭上嚟贏咧照計唔助 win 咧都望批應該係穩陣嘅。7號嘅勇霸龍巴道同埋黎超星嘅配搭3檔一樣係好檔咁馬匹近3仗賽事咧就換咗3個人㗎啦。希威森喺3月4號咧就493場次3班跑過第3。田泰安咧就喺3月18號533場次3班跑過第3。好啦，咁2次第3次後咧就上次就蹬一蹬落4班啦，即刻 win 噃4月15號610場次，咁當其時咧就配搭布文 win 嘅。新勝打搭黎超星馬房咧就5 win 1亞同埋1季至於咧今次亦配巴道留意啦希威森同田泰安都贏唔到，布文贏到，咁布文上名都3成4，巴道上名2成6，輕輕立咗啲咁但係絕對在於希威森同埋田泰安之上嘅，所以拖埋冇壞啦。8場3班1200米我重複一次我嘅選馬就係咧即係9號嘅富心星莫雷拉做膽，拖翻4號嘅有財有勢，3號嘅踏雪尋梅同埋咧7號嘅勇霸龍呢棚馬咧有唔方去馬，仲多到有3匹添2號嘅飲杯氣管多血，5號嘅安康萬里右前腿不良於行，仲有咧就係11號嘅龍虎精神咧就係流鼻血3匹馬咧出咗傷患困擾之後咧都係再跑都係無法上名，咁大家自己小心啲啦。好啦，咁不如報晒咧所有嘅唔方去馬分別就係1場嘅泰恒美景，2場嘅定數同埋雙子美麗，3場嘅姚將，4場嘅永勝金區4場永勝金區係臨時補出嘅，但係都有問題嘅。6場嘅廚神同埋正哥哥，同埋咧8場飲杯安康萬里同埋咧龍虎精神以上全部馬唔係流鼻血啦，氣管多血啦，不良於行等等幾中意都好，唔好做膽，淨係做腳，好冇？好啦，提大家禮拜3晚督促9場賽事頭場將會喺6點40分開跑，祝大家到時贏多啲。大家睇節目之餘，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 我嘅 YouTube 頻道、IG 同埋 Facebook 專頁。
仲可以掃一掃以上嘅 QR code，訂閱我俾膽你賽馬專欄，攞齊咁多場嘅貼士㗎。